我们能否花点时间想象一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一个完全现实的工作面试场景？应聘者坐在经理的对面，经理没有让他背诵工作经历，而是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带有智能系统的屏幕。面试任务是向该系统提出3个关键问题，他专门评估这些问题的深度、精准度以及创造力。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它是我们学习方式发生改变后的必然结果。在这次分析中，我们肩负着一项宏大的使命。在200亿美元投资的支持下，我们正在分析一场变革浪潮，它正抹去旧的学习形象。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，从像下载充满事实的压缩文件般的教育，到创造一个活生生的分支式的理解网络。让我们来理清一下。我们依靠教学研究、来自引领步伐的国家的数据，以及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中心及 CRAIE 中心的研究，变革的机制至关重要。学习不再是坐在房间里被动地听人宣读材料的行为。技术正在改变一切，人工智能就像一个智能计算器，它改变了人类知识的架构，并成为我们积极的队友，适应每个个体。几十年来，传统课堂一直作为一个官僚化的信息传递系统在运作，有计划，老师讲，学生记。问题在于，如今一个普通的互联网浏览器提供那些纯粹事实的速度要快上100万倍，而且效果更好。那么技术应该如何承担起这个角色呢？这就是翻转课堂的本质。中国、韩国和芬兰已经在系统的应用它了。学生不再是在学校第一次听到理论，而是在家里完成。在家学习不是通过阅读枯燥的文本，而是通过与像 Kamigo 这样的系统互动。该系统拥有超过70万用户，这就是个性化的辅导。系统会追踪学生在哪里卡住了，以及他们不理解的地方。芬兰平台 View 简直可以在1秒钟内扫描理解情况。当学生来到学校时，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基础知识上，时间被用于解决复杂问题、辩论、实验和团队合作。如果人工智能负责辅导和批改作业，那么人的因素还体现在哪里呢？人们担心老师会变成单纯的保姆。新加坡应对这种担忧的方式非常引人注目。他们的做法说明了为什么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。其目标是为教师赋能。想象一下，一位老师要教150名学生，他要花好几个小时批改同样的试卷，填写各种表格。人工智能接管了这些分析性的负担，就在那一刻，奇迹般的转变发生了。老师从繁琐的文书工作中解脱出来，有了更多时间，重心也转向了最重要的部分——共情。系统会发出信号，证明学生正确完成了任务，但表现出了挫败感，且用时是平时的3倍。于是老师走上前去。老师不是来解释公式的，因为算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而是去化解学生的情绪障碍，或者发掘机器无法感知的才华。算法如何与遇到困难的学生沟通呢？这就是启发式教学发挥作用的地方，它借助了苏格拉底式算法。这听起来很抽象，但非常精妙。这种方法意味着引导学生去发现，系统不会直接说这就是事实，而是被设定为表现得像是一无所知或充满好奇。它被禁止直接提供答案。该系统模仿了苏格拉底教学法，它引导学生从日常经验出发，层层剥茧，直到学生自己总结出抽象的概念。让我们以初二物理为例，关于摩擦力的那一刻，
传统上老师会直接口述定义，而在这里，学生先在桌面上推书，一个人工智能化身出现了。他不会说这就是摩擦力，而是问你觉得书为什么没有一直滑下去呢？他促使学生独立思考，学生可能会说因为它很重。算法接着会问，如果你在冰上推，它会发生什么？直到学生自己发现之前，摩擦力这个词都不会被提及。这就是认知摩擦，那种挫败感其实是关键。认知科学表明，大脑只有在努力克服障碍，思维齿轮开始转动时，才能产生永久记忆。但在一个有30名学生的教室里，这该如何运作呢？这会导致场面失控吗？一位老师如何同时处理30个苏格拉底式对话而不崩溃呢？该系统并非依靠混乱，而是基于严格的5步结构。第一阶段是激发动力，比如推书这个动作。第二阶段是引导式提问。在第二阶段，人工智能化身是每个学生的个人辅导员。这是一种技术硬件，能让教学法同时扩展到整个教室。在第3阶段，真人教师重新回到讲台上，他从系统获得反馈，得知大多数人已得出结论，然后他将定义正式化，教师提供最终的框架。技术处理微观管理问题，但教师才是指挥整个乐团的人。学习变得充满活力，传统的4面墙变得太狭窄了。在美国，半数学生至少参加一门在线课程，而中国的智慧教育拥有1300万用户。这是一个混合阶段，向下一阶段的过渡是完全沉浸在内容中。学习历史不再仅仅是阅读文字和查看地图。通过虚拟现实，你进入了罗马。学生可以直观地评估斗兽场的高度，听到左侧商人的低语，以及右侧马车的声响。它变成了一种自传式记忆，而不是一堂枯燥的课。CRA IE 中心通过智慧教室更进一步，他们正在引入可穿戴听觉设备、微型听觉传感器，实时监测学习者的注意力。如果系统检测到认知负荷过重或注意力下降，它会自动放慢教学进度或更换任务。但伦理边界在哪里？有意的调整在哪里结束？监控又从哪里开始？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完全丧失隐私的领域？学习者的每一次眨眼都要被测量，怀疑精神至关重要。这些技术的实施必须遵守严格的标准，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标准，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方法。如果注意力分散，传感器不会被用于评估或惩罚。它们的作用是收集有关教材本身的匿名源数据。如果 50% 的学生在第13分钟走神，这意味着课程需要重新设计，而不是学生不好。系统必须为理解服务。如果学习过程变得如此微妙，我们怎么能继续使用从1到5的史前评分系统呢？这毫无意义。新加坡采取了一个引起共鸣的举措，他们系统地取消了期中考试。原因不仅是为了减轻压力，还在于考试本身的性质。传统的考试就像是对知识的尸检，它只告诉你错过了什么，但到那时，想要改变过程中的任何事情都已经绝对太晚。与其在旅程结束时才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城市，他们现在正转向形成性评估，这在实践中简直就像学习的全球定位系统。它会实时告诉你，嘿，你偏离了路径，现在让我们纠正航向吧。传统的评估就像是在1年的最后一天给植物拍的一张照片。新的方法类似于延时摄影视频，
是对整个生长过程的加速记录。我们不看最后的平均成绩，而是看所获技能的动态地图。这触及了能力成绩单的本质。让我们看一个关于植物的例子。低年级的学生正在研究植物生存的条件。小组改变一个变量：黑暗、缺水、土壤类型。目标不是光合作用，而是思考。老师不检查植物是否存活，他通过数字作品集监测学生如何解释变化。这种表达的深度是被衡量的。学生因如何辩护自己的假设而获得认可，而不仅仅是因为正确答案。收集证据的能力得到了评估，但也有阴暗面。我们该如何应对学习模拟？算法可以在5秒钟内写出一篇完美的研讨会论文，这是难以想象的学术不端行为。还有算法偏见。如果系统是根据特定数据训练的，它可能会完全误判一个不符合该模式的学生。Tallis 2024调查显示， 61% 的教师公开承认他们缺乏使用这些技术的技能。43% 的人认为基础设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，技术正以光速发展，而我们还在修理学校的屋顶，这其中存在巨大的差距。有解决方案吗？未来的战略三位一体。三位一体的第一个要素是灵活的课程，它不应该再是死板的课表，而应该是成果路线图，即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。第二个要素是获得赋能的教师，不是那个禁止手机的人，而是那个成为学习过程本身主要建筑师的人。他构建了那个空间。第三个要素是在意识到偏见的情况下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。技术是中立的，它仅仅是一个工具，就像锤子一样，这取决于谁在握着它。锤子本身并没有道德可言，你可以用它来建造屋顶，但也可以用它来砸碎窗户。这就是为什么对教师的培训绝对至关重要。Cray 中心正是致力于此。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中心已经为1000多名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培训。他们正在教导教师们如何在新的教育生态中进行教学引导，并识别其中的陷阱。归根结底，一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身上。但有一点让我感到困扰，如果系统能更快地解方程或写文章，我们该如何防止大脑空洞化的情况发生呢？技术必须服务于解放人类，而不是取代人类。如果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只是为了更快完成作业，那么技术就击败了我们。但如果他将其作为辩论伙伴，让他提供犀利的反驳，并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逻辑，那么人类的思维就得到了提升，思维会变得更深刻。在数据唾手可得的世界里，教师依然是无可争议的道德指南针。教师的任务不是教什么是真实的，而是教什么是正确的。任务是教孩子们如何从信息海洋中筛选，如何质疑所读内容，以及如何将所有信息连接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。技术是一面镜子，人工智能只是反映我们自身意图的一面巨大的技术之镜。如果我们想要捷径，它就会提供捷径；如果我们想要理解，它就会提供工具。我们处在一个答案是廉价商品的世界，只需轻轻一点，它们就触手可及。这改变了我们在智力交流中所使用的货币。未来的真正技能不再是死记硬背答案，而完全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。我们想在与人工智能共生的环境中培养出什么样的人，这将彻底重塑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。故事中的经理将不再寻找或百科全书，而是寻找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。他们会观察其反应，
他会观察一个人在与人工智能像真正的同事一样写作时，能多深入地剖析问题的根源，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简单的网络搜索。协作才是关键。我们鼓励每个人都通过这个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学习。永远不要再把知识看作静态的仓库，而要把它看作一个有呼吸的生命网络。它必须不断适应，最重要的是不断审视自我。本次深度研究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关注，下次分析再见。